大家好，我是小安。警惕，讓雞場老闆透露，這3種雞蛋可能存在健康風險，遇到千萬別買。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，雞蛋作為平價營養寶，幾乎是每個家庭餐桌上的常客。然而，近期關於激素雞蛋的傳言在網絡上沸沸揚揚，不少消費者在購買時都心存疑慮。現在的雞蛋船能放心吃嗎？為了揭開真相，我們特意走訪了一位有着多年經驗的養雞場老闆。他坦言，雖然激素雞蛋的說法在科學上站不住腳，因為激素成本高且對雞有害，正規養殖絕不配使用，但市場上確實存在一些來源不明、品質低劣甚至變質的雞蛋。這些雞蛋不僅營養價值大打折扣，更可能隱藏着看不見的健康隱患。根據這位納行人的經驗，他特別叮囑我們在選購時一定要擦亮眼睛，遇到以下這3種雞蛋，不管價格多便宜，都堅決不要購買。1. 蛋殼顏色異常鮮豔或發烏的假新鮮蛋現象，有些雞蛋的蛋殼顏色閃亮得過分，甚至帶有不自然的光澤，而另一些則顯得灰暗磨光，甚至發烏。內幕：蛋殼表面那層自然的白霜是雞蛋的新鮮標誌，它能防止細菌侵入。如果蛋殼過於光亮，說明這枚雞蛋可能經過了人工打炸或清洗，破壞了保護層，細菌極易侵入。而蛋殼發烏，則通常是存放時間過長，雞蛋內部水分蒸發，二氧化碳溢出，甚至已經開始變質的信號。2. 搖晃時有明顯晃動感的散黃蛋現象，拿起雞蛋在耳邊輕輕搖晃，能聽到明顯的嘩啦聲，或者感覺到內部有液體流動。內幕：新鮮雞蛋的蛋白濃稠，蛋黃膜緊實，搖晃時是不會有聲音的。一旦出現晃動感，說明雞蛋存放時間太久，蛋白已經稀化，蛋黃膜破裂導致散黃。更嚴重的是，這種雞蛋的蛋殼保護膜往往已經失效，內部可能已經滋生了大量沙門氏菌等致病菌，食用後極易引起腸胃不適。3. 個頭過大或過小，形狀怪異的問題蛋現象，雞蛋個頭大得離譜，或者小得像鵪鶉蛋，甚至形狀呈明顯的三角形、長條形等怪異形態。內幕：個頭過大的雞蛋，往往是因為母雞攝入了過量的惡物或飼料添加劑。雖然看起來划算，但其內部結構和營養成分往往不均衡。而那些形狀怪異的雞蛋，通常是母雞在產蛋期受到驚嚇、患病或生殖系統出現故障所產下的畸形蛋，其衛生狀況和營養價值都難以保證。給家人的選購建議：雖然我們不必過分恐慌於激素傳言，但食品安全無小事。在購買雞蛋時，除了避開上述3種雷歐，建議大家盡量選擇正規超市或信譽良好的農貿市場，觀察蛋殼是否清潔完整，聞一聞是否有異味。畢竟，只有選對了食材，才能真正為家人的健康保駕護航。今天小安再給大家分享幾招挑選新鮮雞蛋的技巧。揸門去菜市場或者超市買雞蛋，往往只能看到外殼，未法像在家那樣打碎了看蛋黃散不散。這時候怎麼一眼挑出那種蛋白濃稠、蛋黃飽滿的好蛋呢？其實只要掌握下面這幾個不用打破蛋殼就能用的小竅門，保證你每次都能把最新鮮的雞蛋帶回家。第一招叫一看光澤與質感。拿起雞蛋對着光或者在自然光下仔細觀察，新鮮雞蛋的蛋殼表面並不是光滑如鏡的，而是覆蓋着一層薄薄的霧蒙蒙的白霜。這層霜其實是雞蛋自帶的保護膜，能阻擋細菌入侵。如果蛋殼看起來特別光亮，甚至有點反光，那多半是存放時間過長，表面的保護膜已經磨損退落了。這種雞蛋雖然未壞，但新鮮度已經打了折扣。同時要注意看蛋殼上有沒有細小的裂紋或者黑點，有裂紋的容易進細菌，有黑點的可能是受潮發霉，這兩種都直接 pass 掉。第二招是易摸手感。很多小伙伴喜歡挑摸起來滑溜溜的雞蛋，覺得那樣乾淨，其實恰恰相反。新鮮雞蛋摸起嚟手感應該是略微粗糙的，有一種雜雜的阻力感，這是因為蛋殼表面的氣孔和膠護膜存在。如果摸起來像摸玻璃一樣順滑，說明這枚雞蛋已經在貨架上站崗很久了，表皮裂扣發生了變化，水分流失比較多，買回去可能放不住幾天。第三招最有趣，要3掂重量。兩隻手各拿一個大小差不多的雞蛋，上下輕輕掂量對比一下。新鮮雞蛋因為內部水分充足，氣室很小，拿在手裏會有明顯的壓手感，感覺沉甸甸的實誠。而存放過久的陳蛋，因為內部水分通過氣孔不斷蒸發，氣室變大，整體重量會變輕，
拿在手裏輕飄飄的。這一招在散裝雞蛋勾特別管用，沉甸甸的那個絕對更新鮮。第四招是四聽聲音，這也是很多老一輩人的絕活。用拇指、食指和中指捏住雞蛋，放在耳邊輕輕搖晃。如果是新鮮雞蛋，裏面裂扣緊實，你是聽不到任何聲音的，手感也很穩。但如果你聽到了哇啦哇啦的水聲，或者感覺到裏面有東西在晃動，那說明這枚雞蛋已經散黃了，蛋白已經稀得像水一樣。這種雞蛋不僅營養流失嚴重，船可能已經變質發臭，千萬別買回家給家人吃。只要記住看箱、摸濕、掂重、聽聲這8字口訣，下次去買雞蛋，你就是那個最會挑的行家，再也不怕買到不新鮮的陳年舊蛋啦。除了剛才提到的挑選技巧，其實關於雞蛋的冷知識和勾船有很多。很多時候，我們容易被雞蛋的外表或者一些傳統觀念導，結果不禁多花了冤枉錢，船可能錯過了雞蛋最營養的吃法。小安這就把幾個最常見的勾給大家拆解一下，看看你中招了沒。勾一，公皮雞蛋比白皮雞蛋更有營養。真相，蛋殼的顏色和營養界直半毛錢關係都沒有。揭秘，蛋殼顏色主要取決於母雞的品種，就像人的皮膚有黑有白一樣，白羽雞通常下白殼蛋，褐羽雞下紅殼蛋。建議，公皮雞蛋往往因為蛋殼稍厚，運輸中不易破損，所以超市裏更常見，價格有時反而比白皮蛋貴。但從營養成分、蛋白質、脂肪、維生素等來看，兩者幾乎沒有任何勾別。買雞蛋不用糾結顏色，新鮮才是硬道理。勾二，土雞蛋、柴雞蛋一定比洋雞蛋好。真相，土雞蛋勝在風味，但營養並不一定更高，甚至膽固醇可能更高。揭秘，口感，土雞吃的是蟲子、穀物，生長週期長，產的蛋水分少，脂肪含量高，所以吃起來更香，蛋黃更大更黃，適合做水煮蛋或蒸蛋。營養，洋雞蛋飼料雞產的蛋經過科學配比飼料，其微量元素如鈣、鐵、翁生素的含量往往比土雞蛋更穩定、更豐富，而且土雞蛋的膽固醇含量通常是洋雞蛋的2至3倍。建議，如果是給老人、孩子或者需要控制血脂的人群吃，普通的洋雞蛋其實是性價比更高、更健康的選擇。如果是追求極致口感做給寶寶吃副食，土雞蛋確實更香。勾三，生吃雞蛋最補人。真相，生吃不僅吸收率低，船有感染細菌的風險。揭秘，吸收率，生雞蛋中含有抗胰蛋白，會阻礙蛋白質的消化吸收。煮熟後，這種被破壞，蛋白質吸收率能從50%左右提升到98%以上。安全性，普通雞蛋表面和內部可能攜帶沙門氏菌。雖然日本有可生食雞蛋的標準，但國內市面上絕大多數雞蛋並沒有達到這個磨菌標準。生吃容易導致輻射、發燒，甚至食物中毒。建議，大殼水煮蛋是營養保留最完整、吸收率最高的吃法。溏心蛋雖然好吃，但一定要算用標明可生食的品牌雞蛋，並且要盡快吃完。勾四，雞蛋買回家要先洗再放冰箱。真相，千萬別洗，洗過的雞蛋胚得更快。揭秘，雞蛋殼表面有一層肉眼看不見的膠護膜，它能封閉蛋殼上的氣孔，防止細菌侵入和水分蒸發。一旦用水清洗，這層保護膜就被破壞了，水中的細菌反而會順着氣孔進入雞蛋內部，導致雞蛋迅速變質。建議，買回家的雞蛋如果表面有撞東西，可以用乾布或乾紙巾輕輕擦拭。如果實在覺得撞必須洗，清現洗現吃，不要存放。存放時建議大頭朝上，小頭朝下直立放置，這樣可以讓蛋黃上浮時貼在氣室下面，防止貼殼蛋產生，能保存更久。勾五，無雞蛋活珠子是大補之物。真相，營養並未增加，衛生風險卻倍增。揭秘，無雞蛋是孵化失敗的胚胎蛋。雖然民間傳說它大補，但實際上在孵化過程中，雞蛋裡的營養物質已經被胚胎消耗了一部分，剩下的主要是激素和細菌的溫床。如果孵化環境不衛生，極易感染大腸桿菌、沙門氏菌，甚至產生致病菌。建議，為了嘗試偶爾吃一次沒問題，但一定要徹底煮熟煮透。老人、孕童、孕婦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，最好敬而遠之。涮雞蛋不用迷信土紅大、新鮮、衛生，正規渠道購買才是關鍵。與其花高價買所謂的功能蛋，不如把普通的雞蛋做熟了，吃對了，這才是給家人最實在的健康守護。這些勾你有沒有曾經踩坑過呢？
如果存有關於雞蛋保存或者做法的疑問，歡迎在評論區告訴小安我。今天的精彩小故事分享到這裡了，謝謝大家的支持，我們下期再見。